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概咱教会历史顶悬头一摆吼。进前是过去2个外会的时间，牧师徛踮伫遮的时阵，下骹拢完全无人。啊，今仔日有少数的人踮伫现场，但是主要的兄弟姊妹，咱犹原踮伫线顶，要甲咱同齐敬拜上帝。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时刻，咱也继续期待，也继续祈祷，等听候疫情会当得到好的控制了后，真正会当完全开放，互兄弟姊妹会当重新搁一摆，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三敬拜。所以这礼拜主要咱犹原敢会当透过线顶的方式，要做伙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时间都差不多，我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咱今早起的礼拜，嘛照咱。以往的这个时阵是咱会当订阅咱的频道，分享咱的频道，互咱坐踅踮伫厝内面的兄弟姊妹，互咱会当三备班，阁有几分钟要来敬拜上帝吼。所以这个时刻，咱会当将咱的会记哩咱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的频道，我们要按订阅吼。订阅了后，开启小铃铛，然后按赞，然后分享咱的影片。到伫咱 Facebook 是 Line 中间，通过咱彼此的分享，也提醒咱的兄弟姊妹，阁有几分钟，咱准备要敬拜上帝大家人嘛会特别一直咧问牧师讲，牧师即摆对3级警戒降到2级警戒，教会到底会当来无？咱原则上后礼拜开始，咱会当有少数的人会当来到伫礼拜堂中间。但是因为照政府即马的规定，是一个空间内底无法度超过50个，所以敢会当49个人踮伫遮。所以49个人踮伫礼拜堂中间，可能咱爱尽量，若是真正要来礼拜堂嘛，请咱会当较早来的，因为咱直播的时间嘛是照咱50分钟一定爱送出去吼。但是咱若是犹原会当透过线顶做礼拜，牧师嘛鼓励咱会当伫线顶做礼拜，咱就先踮伫线顶做礼拜，互真正无法度使用遮个器材的兄弟姊妹，因会当来到礼拜堂。但是咱犹原敢若49个人，逐个人嘛会继续问牧师讲，牧师咱教会遮大，袂当遮40几个，边教室全部搁40个，倒位搁30个无？我讲咱若是安尼落吼，咱教会可能是照咱的空间一定超过200个，这绝对会互人烦。所以原则上，咱敢若踮伫礼拜堂这边的空间内面，全部加起来嘛是49个人。但是咱教会也有真特殊的所在，因为咱隔一条大马路对面阁有空间，所以对面原则上小礼拜堂咱阁会开40个的名额，互咱踮伫小礼拜堂内面做礼拜。所以目前敢若会当到8月初8，敢若会当安尼来处理。8月初8了，咱才来阁看指挥中心阁有啥物款新的指示，咱就遵照政府的规定，咱来办理吼。所以这是几项重要的事，甲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嘛请大家小忍耐一下，可能过1-2礼拜，咱就会当渐渐愈开放愈济，咱就会当阁一摆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好，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准备开始今早起的礼拜这个时阵嘛，牧师嘛邀请你咱做阵来祈祷，备办先要准备今早起的敬拜。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保守阮整个的台湾，互阮通过过去2个外月伫3级警戒，到现在已经降到2级警戒。总是阮也知病毒犹原一直踮伫阮的身躯边，需要阮逐个人同心协力，做伙努力。愿你也继续成做阮的帮衬，阮踮伫每一日，阮拢不断看见上帝你引带阮，阮也期待搁真短的时间，教会就会当得到完全的开放。愿主你亲自施恩踮伫阮逐人，也广告这块土地。自今早起，阮要搁一摆透过线顶的方式来敬拜何罗你。愿主你的神也充满踮伫阮每一个所在，踮伫阮逐人的家，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愿主你甲阮三同在，祝福阮。同齐要礼拜开始进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
好，咱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咱会当继续分享，这连接互咱的兄弟姊妹。
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当对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报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一种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三甲来聆听圣诗，新圣诗第31首。天父疼咱世间正人，请起立来吟全首。要求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
伊对信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表了岛人来受苦，顶十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明白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共同的教会，信同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交读上帝的话，启示文第16篇，诗篇61篇。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衷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心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听的罪是痛悔的心灵。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愿专心感谢你。我的上帝，你赏赐阮一块面上的一切，拢是满足阮的心愿。阮感谢你的信手扶持阮的每一日的生活，也互阮伫即个疫情中，大家讲会当同心一致来对抗病毒。求主继续用你大权能的双手，伫人软弱中来怜悯我。也求你继续安慰遐因为病毒离开的家属，受感染的病人早一日恢复健康，也互全国人民讲会当早一日注着疫苗，也互大家对注射疫苗无搁再惊吓，讲会当得到平安顺利。愿为身体来献上感恩。虽然是安尼，阮还阁有济愿望甲要求。这愿望甲要求常常互阮跋落一自高、骄傲，也不时有忧愁甲怨叹。阮的上帝啊，阮实在袂当称作你的囝儿，因为阮有算袂了的辜负。加在你有找救主耶稣伫阮的中间，用伊本身来赎回全人类的性命，互阮搁看见光明，搁再找着生命的愿望。所以，阮一遍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清起阮的念头，赏赐阮有换心正直的心，互阮为你所呼唤的话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我要将今日的敬拜甲服侍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
愿你欢喜感答阮的感谢甲认罪。一即时，求你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牧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讲是对你遐来，明白你的旨意，加添阮的信心甲信仰，互阮所做一切讲会当行通顺利，来得到平安甲喜乐，来荣耀你的性命。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三个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下卷11章26节到撒母耳下卷12章1到3节。乌利亚的某听起丈夫乌利亚一定死，就为伊的丈夫祈求。丁友一定明白，代笔找人带到伊的宫内，伊就做伊的某，甲伊生一个囝，总是代笔所行的事。耶和华真无欢喜。耶和华找拿当去见代笔，伊到伊遐，甲伊讲：有一个城有2人，一个好野，一个善乡。好野的有牛羊真济，善乡人无啥物，只有一个羊精仔，就是伊所买来饲的。伊甲伊踮伫遐，甲伊的囝三角中大，食伊所食的，啉伊的杯。困伫伊的胸前，看伊亲像家己的查某囝。有一个厝仔人到好野人遐，好野人毋甘对伊的羊群、驴群厝内备放，互人摕食，反倒厝送向人的羊仔备放来互人摕食。代笔大受气，迄人甲那当讲：我指永远的耶和华来救抓，惊即代志的人着死。着陪伊的羊仔四陪，因为伊惊即个事，也因为伊无怜悯的心。哪当甲代笔讲：你就是迄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我用油抹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搁用你的主的躯体互你，搁用主遐的某交伫你的胸前，搁用以色列甲犹大的家互你。才会咱掠做小可，我会加添即号迄号互你。你写书看轻耶和华的命令，惊伊所看做歹的事。你用刀杀死迄人乌利亚，就是借阿文人的刀杀死伊，搁带伊的某做你的某。打刀剑要永远无离开你的家，因为你看轻我，搁带迄人乌利亚的某做你的某。耶和华阁安尼讲：看，我要对你的家兴起灾祸，攻击你。我要伫你的目睭前，用遐的某，甲你的厝边，因要是青天白日，甲你遐的某同房。因为你伫暗中惊伊，总是我要伫青天白日，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行即个事。代笔甲拿当讲：我有得罪耶和华。拿当甲代笔讲：耶和华一定除去你的罪，你袂直到死。愿上帝话赐福咱。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就是你就是迄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咱伫3级警戒，现在已经降到2级警戒，所以今早起也是牧师这2个多月来头一摆下面，阁有人会当踮伫我的头前，我会当济人讲道，无过去每一个礼拜拢敢若迄个摄影机讲道，今仔日有较侪人来陪伴我吼，
我想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也今仔日是阁有2位姊妹要领受洗礼。虽然咱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伫拜堂中间，但是咱通过咱也搁一摆踮伫礼拜的中间，咱也为着这2位姊妹祈祷的时，咱搁一摆会当看见上帝的听超越过一切，上帝的恩典超越过一切的限制。所以嘛，通过这个礼拜，咱也不断地思想的是，到底我踮伫一生的生命中间，我要怎样保持军队主呢？洗礼是一个开始，但是自洗礼了后，佫经过毋知几年，还是我踮伫诚做一个基督徒已经几啊10年啊，伫一生的中间，咱到底要怎样继续维持一个军对上帝的心，军对耶稣的热情呢？踮伫大卫的故事，咱会当想这项事，因为踮伫大卫的故事中间有2个名最重要的，有2个名，若是讲出来，大家人拢知影，迄绝对是甲大卫关系。头一个是啥物人？头一个就是歌利亚嘛，头一个是歌利亚，第2个人就是拔示巴，第一个是歌利亚，第2个是拔示巴，歌利亚甲拔示巴这2个有啥物差别？差足侪吼。一个是看起来足有威胁、看起来足恐怖的巨人，第2个咧，第2个是一个看起来真水、真温柔的查某人。这2个完全无共款，但是这2个名对大卫的一生中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伫歌利亚出现的时阵，大卫是一个啥物款的人？歌利亚出现的时，大卫是一个真平凡，啥物看起来啥物拢无，就是一个囡仔尔，一个啥物拢无的囡仔。但是当拔示巴出现的时阵呢，大卫已经诚做王啊，伊已经拥有足侪物件。伫这2个人的故事，这2个人甲大卫的故事中间，咱看见啥物？当大卫啥物拢无的时阵，面对迄个看起来足恐怖的对敌，伊无别项通倚靠，伊干那会当倚靠上帝的气力，带领伊赢过这个对敌。但是当伊面对这个看起来真温柔、真美丽的女子的时阵，伊是一个啥物拢有的人，但是伊却无法度赢过这一切。所以伊犯罪，伊甲伊困同房，伊毋但犯困同房，甲伊行奸淫的罪，伊搁较严重的是，伊搁拥有权力，所以伊控制足侪事，控制伊这个查某人的先生，甲伊送去战场，害死伊的先生。这是大卫所犯的罪。咱来想看觅，大卫知影伊犯罪无？我想大卫知伊犯罪。一个犯罪的人，其实心内底有真大的压力。伊心内底有真大的压力，但是伊搁诚做一个王，所以伊会用足侪方法，想要去控制一切，莫去面对这个罪对伊的影响。所以伊会用尽一切的方法，想要逃离这个处境。就伫这个时刻，伊的牧师叫做拿单，伊的牧师来到伫伊的面前，伊讲道。这个拿单甲伊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咧讲啥物？伊讲吼，有一个城内面有2个人，一个是好野人，一个是送香人。好野人有足侪物件，牛羊一大堆，但是迄个送香人干那啥物？迄个送香人干那一只羊仔囝，干那一只羊。然后这个送香人真款待、真照顾这只羊。甲即只羊过了真好，将伊当做家己的查某囝共款。但是有一日，迄个好野人有人客要来到伊的厝内底。这个好野人无想要对伊家己所有的牛羊中间拣一只来款待这个出外人。伊做啥物选择咧？伊竟然走去抢这个送香人唯一迄只羊。甲伊抢过来，
然后甲伊抬调去款待即个人客。当拿单咧讲即个故事的时阵，大笔嘛真认真咧听，大笔足认真咧听，然后伊开始做判断啊。因为是王嘛，大笔既然伊是王，所以伊定定需要审判足侪事，伊需要管理足侪事。所以当伊咧听即个故事的时阵，已经开始咧判断啦。好，所以伊足生气，伊讲哇，迄个好野人该死，竟然敢安尼，甲伊抢夺迄个宋乡人的物件，惊遮尔残忍的事。所以当大笔足生气，一直咧骂的过程中间，拿单讲啥物？拿单讲，你就是迄人。拿单讲，你就是迄人。拿单无用真特别的、真悬的声音、足大的声音讲，伊真简单讲，你就是迄人。当即句话出来的时阵，那亲像刀剑共款，插进大笔的性命。这也是上帝信息真重要的所在。你就是迄人。大笔伊知影家己犯罪，但是当伊行往人生的高峰的时阵，伊会关心的是我的面子要安怎？我真做一个王，我会当控制一切，我会当暗砍遮一切罪的发生。但是当伊愈想要暗砍的过程中间，伊就愈感受到心内底有一个压力，心内底有一个真大的不安。拿单讲即句话，你就是迄人。大笔无生气，大笔真认真、定心咧反省伊家己。最后伊讲：我得罪上帝啊！我是得罪上帝的人。当伊讲出我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人的时阵，拿单所讲的迄句话，你就是迄人。迄句话真做稳定，迄句话真做毋忘，迄句话也真做福音。咱较多点伫启应文内面，咱读诗篇51篇，迄也是大笔定心转到上帝面前的祈祷。主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因为我是有罪的人。上帝的话，上帝的福音，永远是对咱家己咧讲的。上帝的信息永远是对咱家己咧讲的。伫这个真紧的世界中间，伫这个资讯遮济的世界中间，咱会当得到足济财物，咱会当得到足济物件，咱会当得到足济判断，对咱身躯边的人开始有足济批评，照着批评别人来建立心内底有一个我比别人搁较好吼，我会当比别人搁较好。但是若是有一日当咱家己受到批评的时阵，也是有一天有人问讲，你遮尔济意见，你愿意投入也无的时阵，咱就开始有足济借口走出来我就无用的啦。佫有足济代志，我需要无用。你去找啥物人？啥物人比我佫较适合？敢毋是？咱已经足惯势，虽然咱毋是亲像大笔共款是王，但是咱永远会当控制足济物件。我会当控制我家己的性命。甲别人讲我足无用的，莫找我。别人比我佫较适合，我会当控制足济事。照着批评别人来建立讲我会当比伊佫较好，我比别人佫较好，我比迄个佫较好。咱伫这个慢慢习惯犯罪的过程，咱其实是经历一个习惯犯罪的过程。伫这个习惯犯罪的过程，咱已经甲上帝产生足大的距离啊！所以拿单的这句话，你就是迄人，这是福音的开始。这句话是福音的开始，你就是迄人。咱必须爱问，我到底是啥物人啊？我到底是啥物人？你就是迄人。咱竟然会当感受到上帝的拯救，咱竟然会当得到上帝的福音呢？当咱感受到迄句"你就是迄人"的时，迄是生命中间真大的自由。
咱会当莫阁用足侪外在的方式来暗藏家己内心的欠缺，咱会当无阁需要用身份地位来遮看讲我生命中间的软弱，因为我知我真正是有罪的人，我需要上帝的拯救。我想对咱今仔日有两位要领受洗礼的人来讲，也是安尼。福音临到伫因的生命中间，也是上帝话对因讲：你就是迄人，你就是迄人，你就是迄个受到上帝拯救的人。我一切的罪，我一切的捆绑，拢会当放伫上帝的面前，认真领受上帝的自由，上帝的疼。耶稣基督要甲恁同行，耶稣基督要甲咱每一个人同行，无任何的理由，就干那咱是上帝的囝子。咱是虾米人，比咱有虾米搁较重要。最近我想，大家人真关心，拢咧看奥运吼。伫看奥运的过程中间，其实咱得到一个真大的头棒，可能踮伫这2个月话，咱互3级警戒困甲，拢围困伫厝内底，毋知要安怎。好佳在最近有奥运会当看，嘛感谢咱台湾的选手伫即礼拜中间真正有真好的表现，也互咱得到一个看起来一个真大的头棒。我毋知影大家有注意到无？当有几个得牌的选手，因得牌了后，因拢有啥物款的反应？毋知影看到因拍赢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反应无？迄个反应是一个，竟然是我竟然达到这个目标一定会问：真的是我吗？敢真正是我？所以当迄句话临到，就是若是上帝讲你就是迄人的时阵，迄是一个生命压力的头棒。伫迄个过程，伫每一个比赛的过程中间，我相信这几工大家人看到迄个心脏拢足痛，心脏嘛痛，胃嘛痛，足刺激的。咱伫镜头顶面咧看到已经安尼啊，都免去想讲到底踮伫现场遐个选手咧面对遐尼大的困难，面对遐尼大的对手的时阵，伊到底怎样去克服遮尼大的压力？到底怎样去赢过这一切？到伫上尾会当个发现，每一场比赛拢是家己甲家己的对话，每一场比赛拢是家己甲上帝的对话，每一场比赛拢是家己踮伫生命中间怎样去突破的过程。咱军队上帝踮伫一生的年纪中间也是安尼，咱会面对一个搁一个考验。面对每一个人生阶段，每一个无共款的挑战，但是伫这个无共款挑战的过程，迄拢是家己甲家己的对话，家己甲上帝的对话，然后去感受到上帝讲：你就是迄人咧，你就是迄人，你就是迄个会当得到疼的人，你就是迄个会当得到上帝拯救的人。听候代笔做回应，也听候咱每一个人做回应。当咱愿意降服踮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得罪你，我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对迄点起，上帝的疼已经临到，上帝的自由已经临到咱每一个人。代笔受到拯救，毋是因为伊是王，是因为伊就不过是一个踮伫上帝眼中需要疼的人。咱也是安尼，咱会当得到拯救，毋是因为咱是拥有啥物身份，拥有啥物地位，咱得到拯救，干那因为咱是上帝所疼的人。通过今仔日。咱踮伫山顶礼拜，也念咪，咱踮伫礼拜堂中间，咱会替2位姊妹行洗礼，咱也搁一摆咧见证这件事。上帝的疼超越过一切，
上帝的疼赢过咱眼睛所看到的。当小学员咧问道理的时阵，也问一个真重要的事啊！啊，为什么恁会愿意踮伫这个时刻要领受洗礼？因为踮伫这个时刻，无法度足侪人看到，无法度足侪兄弟姊妹来到伫遮参与。为什么恁愿意踮伫这个时刻领受洗礼？我想这是真重要的事。上帝的疼，上帝要拯救一个人，超越过咱眼睛所看到的。咱认为踮伫现在疫情的时刻有足侪限制，但是当上帝的疼真正要临到一个人的时阵，迄个疼会超越过眼睛所有的限制。唔知影咱所相信的上帝会是一个安尼的上帝吗？伫这2个月来，咱踮伫山顶的礼拜，看起来有足侪限制，无法度照咱的习惯，转来到伫拜堂。但是上帝的福音也同款超越过咱认为的限制，超越过济。虽然咱现在拢有社交距离，但是咱也知影迄个疼超越过咱所想象袂到的限制啊。所以通过今仔日，无论咱有几啊位少数的兄弟姊妹踮伫拜堂，以及大部分的兄弟姊妹踮伫镜头，咱搁一摆咧经验一个新的教会，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咱做伙咧起造属伫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你就是迄人，你就是迄个受到上帝拯救的人。咱要做伙来看我所写的这首诗，光鲜亮丽、手提权势的好野人，是控制，是抢夺，是竞争。你敢是迄人吗？看起来是坦途，却是歧途。不依舒适，互人看轻的平凡人。受抢夺、受压迫、受歧视，你就是迄人吗？陷入苦境，备受凌辱。上主的眼，上主的目睭看透一切的虚假，看透外表的虚无。上主的耳孔听见哀叹的心声。听见内在的喊话，上主的声音宣告审判的临到，宣告讨棒的保证。你就是迄人，你就是迄个压迫的人，你就是迄个犯罪的人，你就是迄个看无一切想要控制的人。我有罪啊！上主啊，愿你怜悯；上主啊，愿你洗清我；上主啊，愿你塑造我。哥利亚甲拔示巴巨人对敌，甲一个温柔的女子，看起来无同款，但是实际同款，因表明人生的罪恶。唤醒大笔的心灵，除伊以外，无有其他的拯救。你就是迄人，何等稳定，何等在乎，先知的话语清气我心，转到一无所有的所在，转来到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伫遐愿我幸福，伫遐。愿我会当定心，愿上帝的话洗清咱每一个人，咱就是迄个需要上帝拯救的人。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拯救阮，洗清阮一切的罪，互阮会当踮伫你的面前，阮三学习。踮伫阮的一生中间，阮跟对你。
主啊，阮知阮的罪恶常常伫你的面前，阮伫无注意的中间也得罪着你。总是当主你讲，你就是迄人的时，阮的心得着逃亡，阮的心得着自由。愿主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洗清阮，创造阮，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完完全全新创造的人，若亲像大卫共款。虽然是犯罪，总是上帝你的疼赢过这一切。愿主耶稣，你进入阮逐人的心，成做阮生命中间真实的救主。一日一日，阮要哪来哪亲像你；一日一日，阮要活出生命的喜乐。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念新圣诗637首，迷路的人着行倒转。
奉献目前阁是以线顶礼拜为主，所以请会友将奉献金利用上班的时间，早起8点到12点，下晡2点到6点，摕来教会交互干事，也当利用划拨账号入教会的口座，请注明姓名甲奉献的项目。虽然目前聚会礼拜讲改至线顶聚会，但是时间甲收件并无暂停，请各位兄弟继续为着教会关心奉献甲代祷。即时要请牧师来报告。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有几项事来大家报告。我想大家人拢足关心讲，即马对3级警戒降到2级警戒，咱教会到底是会当来做礼拜无？目前咱教会有几个重点，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吼。周间的聚会目前无开放吼，所以周间的聚会，无论是主日学、早祷会，也是团契小组的聚会，请咱有缘也是会当踮伫线顶聚会，咱就踮伫线顶聚会，咱无开放吼。过来第二个部分是，咱2场的主日礼拜，咱聚会的上限拢是49人，因为指挥中心讲，咱空间袂当超过50个，所以咱爱掠49个吼。所以2场礼拜，咱拢会当有49个人会当踮伫拜堂中间。这几工，咱的同工已经甲迄个贴纸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拢已经搭好啊。大家人就会问我讲，无说咱敢会当讲遮50个，遐佫50个，咱教会遐尼大，逐位拢有空间。我讲咱若是安尼落吼，咱教会空间真正会超过200个。指挥中心佫有讲啥物？室外偌侪人？室外100个，所以咱原则上咱全部室外嘛袂当超过100个人吼。所以咱佫有小可了解，就是讲至少咱有隔一条大马路。所以大马路的迄边，还可以有一些人啦。所以咱大礼拜堂原则上49个人，伊丽莎白咱佫会开另外一个现场，所以伊丽莎白差不多是40个人吼。所以目前咱敢若会当用即款方法来做礼拜。因为下一页吼，因为咱现在主要嘛是用线顶为主体，所以若是你真正要来，佫有几项事甲大家报告，就是。咱第一场礼拜开放的时间是对8点开始到8点40分，因为咱现在50分就爱上线啦，所以咱其实来大礼拜堂是进入一个大型摄影棚吼，所以40分进前你一定爱入来，40分若是到，咱大门就会关起来。40分了后，若是人咱佫来的，咱就必须爱去伊丽莎白，咱就到伫伊丽莎白遐来坐吼。第二场礼拜因为时间较短，所以毋是咱中午的时间较短，所以咱敢若会当对10点5分开放到10点25分，敢若20分钟的时间，咱会当进入来第2场的礼拜。所以这2项事爱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嘛莫敲电话来教会讲我要先预约先登记，因为若是咱佫敲电话来，咱知影咱教会的人数是远远超过50人，所以若是可能若是要电话预约吼，咱干事会接电话接甲变过，所以敢若会当尽量请大家进来，会当踮伫线顶的，咱就停伫线顶好无？真正会当踮伫线顶做礼拜，咱就停伫线顶，是真正无法度使用这个产品的，则请你真正有需要，就提早来到伫教会中间，8点到8点40分。就是真正请咱会当提早来伫拜堂中间，嘛会记哩讲上好有注了疫苗才出来吼，上好你已经有注了疫苗，有生效才会当来，无真正遮尔侪人要出入，咱确实也是会拄着危险。虽然台湾现在控制是渐渐得到稳定，但是嘛是有小可群聚的危险性，所以这是几项事甲大家做简单的补充甲报告吼。好搁出来这是咱拜三的圣经学堂，咱有原点伫线顶，所以咱是这是咱这礼拜的所有读的圣经节，请咱会当做伙来参考。等下咧咱直播结束了，咱会替2位姊妹行洗礼吼，一个是高宇文，一个是吕依凡吼。
有机会，若是真正实体搁转来的时阵，咱才踮伫礼拜堂中间做一摆另外一摆的介绍吼。好啊，搁来第二项就是咱教会对8月初1就是对今仔日开始，总会有差派王刚传道来咱教会参与服侍啊，所以我来介绍伊，互传道甲大家见面一下，互伊讲几句话，因为真正讲看无人，所以互伊来到伫遮甲大家踮伫山顶讲话。大家平安。我是对今仔开始要到东门教会遮哩就任的传道师。我的名叫做王哥。我是2个字，但是我是正港的台湾人。我兜伫台南。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较侪时间拢伫台中。因为对大学的时阵，就伫台南咧读册，读中英大学，读4档。伫我2年的时阵，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到台南师范医读研究所。毕业以后，就来到遮里，真感谢上帝的带领，互我会当伫遮里来服侍上帝，以及甲大家来做伙同工。希望伫结束的时间内面，咱彼此会当有互相的沟通，伫上帝的服侍内底，拢得到利益，荣耀上帝。感谢。看会出伊足悬的吼，他拄伊徛伫即个台仔顶已经200公分啊，所以真正足悬的吼。好，所以咱足简单的，咱若是真正恢复实体聚会，来到伫教会中间，你看见一个看起来足悬的陌生人足少年的人，迄就是咱新的王传道吼，请大家会当做伙来款待伊。好所以咱即摆嘛踮伫疫情的中间，所以咱原则上咱父亲节活动嘛是停办1次啦。请大家父亲见谅。今年敢若妈妈有咧紧，父亲就那个自己在家里头自己吃父亲节大餐吼。好搁所以咱后礼拜游玩有2场的主日礼拜，咱就踮伫山顶，咱游玩有2场的礼拜。后礼拜开始会当2场拢有49个人来到伫礼拜堂中间，所以这甲大家搁做一摆的提醒。好，我以上做遮的报告吼，咱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答得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立倒。